放人！让他放人！放人！你说我爹犯了汉奸罪，要什么真凭实据？要实据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还记得你爹曾经窝藏过一个日本兵的事儿吗？不可能，我爹绝对不可能干这种耻辱的事儿。不承认没有关系，我已经有了人证，等我再找着物证，你爹这汉奸罪就算是躲不过了。这会儿，你最好是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否则我按包庇罪一块儿给你整治了。我问你，你们家是不是住过一个远房亲戚，后来被孙二大和谢哲学给送走了？你再好好想想。这是远房的表外甥，弄了点山货给你娘送来吃。那就是表弟了，我常年在外都没见过，叫什么名字？狗子，他见生人不会说话，赶紧走吧。那个人就是被窝藏的日本兵。放屁！那明明是我家亲戚，你凭啥说是日本兵啊？有啥证据？不碍事儿，我会找出证据。鬼子的话呀！快搜搜，他身上有啥物件没有？哎，好。看，还真是小鬼子。哎，祝副县长，那我们老爷也一样。等我查清了，一块儿给执法。你别走，你给我回来！好了，收下去了，全都回去了，都回去了。你为啥害我爹啊？我爹有啥对不住你的？我问你啊，你在我家当了那么多年的账房先生，天天的跟我爹在一块儿，你不知道他咋对你，咋对宏志的，你下得了狠手？你说呀？啊？宏志就是宏志，宏志是被孙二大给害死的。瞎胡诌啥？宏志自个儿掉河里，自个儿吊死的。那也是被孙二大给逼的。胡说！他要是不打宏志，那孩子他咋能够彻夜不归？那孩子怎么又失足掉进了河里头？自打宏志死那天，我就发誓要替他报仇。现在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了，我不会放过孙二大的。他既然有种窝藏日本人，他就应该有种承担这个责任。你良心这狗吃的东西！我爹咋对你的，咋对宏志的，你不知道啊？要是宏志碰见我爹会打他。我的良心和宏志埋在一起了。这次清查只有一个目的，让孙二大替宏志真脏啊！呸！我和葡萄之间的关系，我都不知道该咋审讯您老。啊？你跟葡萄是啥关系啊？这男女之间那点事儿，您老还问得那细致。不是，葡萄从来没有提起过。你这突然说到他，我可不就得问问呗。是我审讯你，还是你审讯我呀？今天说的是你窝藏日本人的汉奸罪。这是哪儿的事儿啊？日本人一走，你们国军就到了。我要是窝藏了，我咋送走嘞？甭给我大忙活眼啊！我们收到消息，在日本人占领太平镇之前，你收留了一个受伤的日本兵，还帮他逃走。哎呀，这一准是弄差了。那是我一个远房亲戚，
一个表外甥，又聋又哑，太平镇好多人都瞧见嘞。聋哑亲戚，那我可按照这个查下去，看最终到底能查出来啥。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就委屈您老待在这儿吧。长官，用日本人的路条给他们运粮食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。长官，这个事儿，我是个生意人，生意人就是图个利。至于这放粮食，我当初也是变着法儿的把这粮食卖给咱们国军和百姓啊。后来这日本人卖给日本人粮食，我也不是心甘情愿的，这完全让那礼仪分析官给逼的。后来日本人问我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个话。我都知道，这日本人那杀人不眨眼的，为什么把我给放了，我也不清楚啊。不过你趁机私贩粮食出去，也是向日本人做了抗争了。是这么个理儿。当时日本人拿枪顶着我时候，我就是为了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。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太平镇的乡亲们，当时我孙克贤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我是受尽了日本人的凌辱和折磨呀。还有我的老婆佩芝，她是怎么死的？她可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！哎，你知道孙二大家那个聋哑亲戚的事吗？长官，那孙二大和我是亲叔侄关系。这个呢，我们都知道，所以才问你。如何定罪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如果你知道，就言无不尽；不知道，我也不难为你。你可得想清楚啊！我只知道一点儿，确实有一个日本人住在我二大家，他平时在人面前装聋作哑。其实这个事儿，我二大他自己也知道那是个日本人。你是说孙二大明知道他是个日本人，还收留了他？是这么个理儿。他说是他们家的亲戚。你说他们家亲戚有我不知道的吗？实际上，我也恨透了日本人，这是我心头最大的恨。好了，你可以干个手印去。那我，你的问题呢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啊，定你的罪，不仅仅是你为了给日本人开路条发战争之财。其实啊，你跟孙二大是同样的罪。有人告发你在抗战期间收留过一个所谓种植鸦片的日本专家藤真，住在你们家，并且还帮助了他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我说过多少遍，我是被日本人给逼的。你可以去问，你可以去查呀。我是冤枉啊！我是冤枉，我冤枉。我说什么都不相信，二大怎么好端端会成了汉奸呢？谁说不是的？二大一家子让日本人整得够苦了，到头来还说他帮日本人。哎呀，那孩子我见过，又聋又哑的，看着那么老实本分，
我看呐，绝对和那些日本人不是一路人。行了吧，爹，这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事儿，谁能说得准啊？是吧？你这眉毛眼睛鼻子嘴都皱一地界了，想啥呢？那天夜里，二大和谢让房送人走的时候，让我给撞的。按说大晚上的，二大没必要亲自驾车送人走啊，我就多瞅那亲戚两眼，看着就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哎，二大，大过节的您不上戏班听戏，这奔哪儿去啊？我送一个表外甥。那二大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您跟您表外甥慢走啊！你又瞎胡咧咧。二大的远房亲戚，出了太平镇的，你能认识啊？出了太平镇，出了太平镇！你干啥？吓我一跳！不是，你这么一提醒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前段时间日本兵不是来抓丘巴吗？我不是给带走了吗？哎，那远房亲戚就是那一群日本人当中的一个，可是胆儿特别小，在路上遇着国军轰炸，就给他轰没了。感情二大救的就是他呀！啊，还真是日本人呐！哎呦，我还真没看出来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来吃饭。吃啊！我吃不下去。啥事都不能不吃饭。葡萄，我想问一句，爹是不是真的救过一个日本人？没，就救过一个没爹没娘的哑巴。那谢叔的态度为什么那么坚决？依他的性子，如果他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绝对不会那么坚决的。姓谢的都害了爹了，你还叫他叔？葡萄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家门口见到一个陌生人，爹说是我的远房表弟，可那个人见到我十分的紧张。哎，对了，当时爹还备了马车，说要送那个人走呢。你把这些个事儿都编排好了，那还问我弄啥？葡萄，别不论理儿，我得把事情搞清楚了，才能决定怎么做。啥？你的意思是这事儿你不弄清了，你就不想法子救爹了？
可不就是他了吗？我倒要问问你爹，看你爹咋说。我真没有想到，爹会糊里糊涂把那个日本人藏在家里，还替他疗伤送他离开。可是朱专员，我爹他一向耳根子软，又爱逞能，估计也是那个日本人死求活求，我爹才一力担下这个事情。这个事儿又发生在我娘被日本人炸死，以及日本人占领太平镇之前。我想，我爹当时他肯定是动了恻隐之心，所以才救了他。还望朱专员念在我爹他年事已高，我这做儿子的又代父自赏，能从轻发落。中，我会考虑。你先回去吧。朱专员，不是我啰嗦。昨儿个晚上我想了整整的一夜，既然那个日本鬼子已经脱离了日本军队，那他和一般的侵华日本鬼子还是有区别的。想必能从轻发落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些我自然会考虑的。还有一点，根据民国24年最新的《中华民国刑法》，汉奸罪是指以破坏抗日意图或破坏抗日为目的的。那我爹的罪没有那么严重的程度吧？得了吧，孙尚勇，你是在叫本专员怎么办案吗？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放心吧，你爹的案件我会办理，审判结果呢不日即将公布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你来这弄啥？这回没脸输了。看来大义灭亲，拿了张老师的照片，一大早来找朱专员，把孙元大给出卖了。哎呀，葡萄，葡萄。你把门开开，你听我说，你让我进去。葡萄，你把门开开，你听我说，你把门开开。葡萄，你让我见你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现在心里很难受。你让我见你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。葡萄，葡萄，葡萄。
门口开汉奸特务公审大会啦！把他们给我带上来！处置大汉奸苏克贤！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看你这个戏呀？处置大汉奸苏克贤！回到，坐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大家可以任意的揭发这些汉奸的罪行。许月儿，上。你上回在街上不是说的头头是道、有模有样的，怎么现在不敢敲当面锣打当面鼓了？二大，得罪了啊！老孙儿，你就甭客气。对。哎呀，我昨晚上甜汤喝多了，肚子疼，等我解个手回来，完了再揭发啊！刘爱兴，你说说，你到底贪污了多少钱？让我说，嘿，我说啥呀？我现在说啥都不顶你们放个屁。刘爱兴，你老实点。哎，你看，我这还没说啥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二大杂货店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拿，政府会替你们做主的。哎呀，你们赶快出去啊！在抢东西去！快！这老杨婆给我天做褥子用的，让我，给我就放手！里头啥都没了，连蚊香都没了，没到啥了，啥都没了，打我干啥？我告诉你，不到哪样了，你还打我！葡萄，咱不打，让他们抢。哥，他们把我们家那店都抢光了。可怎么办？舅舅刚才也被抓了，送信到洛城，也找不着表哥。秀梅，你得亲自去趟洛城，去找银虎。咱们两家现在能不能有转机，就看你了。
别咋办？不知道。那以后这家就剩咱俩。你别缝了，你缝它做啥？做啥？我怕这斗争会打得起劲儿，回头一个个在兴头上就把爹给打死了。今天这个公审大会就是决定台上的这些个人是不是死刑的公审大会。同意孙怀清被枪毙的，请举手。等会儿，您先数别人，我再想想。举吧，举吧，不差你这一票，多一票少一票，我都得死。孙怀清，死刑。去，给我爹和二爷爷送宝。回头，就算是再当了官，也不能叫汉奸。你们是哪一波部队的？我不跟你这穷酸的人斗，我只想跟太平镇的乡亲们说句话。我爹帮大家卖粮的时候，你们可是吃他的喝他的。我娘也是被日本人杀的。今天如果谁说我是汉奸，我就让他挫骨扬灰。快松绑！爹，你咋不给我捎个信儿啊？你带你的兵，你回来弄啥呢？我在前方冲锋陷阵，他们在后方就要杀我老子。谁在动？再动我开枪了！站起来，拿起你的枪。朝这儿打！打呀！就这你还跟我斗呢？把他们枪都给我缴了！是，站枪。咱们走。报告团长，师部来电，
念。不许闹事，速回。妈的，不回。孙团长，你不是就是那许排长吗？孙老爷，我现在可是跟您的儿子平起平坐呀。他如果行事再这么莽撞的话，我可能升得比他还快。烟火，得去啊。二爷爷，待会儿跟我提前说一声，如果2时真不回，马上袭击使馆。孙银虎，你这次罪过不小。那我该咋办？我爹眼瞅着就要被那姓朱的王八蛋给害了，难道我还得忍吗？总之，你要做出深刻检查。检查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你儿子被打跑了，即使回来了，下场和你一样。来啊，把所有拐气要带走。是。好可惜，刚出来一会儿，要带回去。军座，这次如果再不好好惩治的，他秃子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。嗯。即日起，将孙银虎革职查办，不经召回，不得上归师部。其统下62团，由徐团长暂代团长之职。是。都看好嘞！汉奸就是这下场，任他哪个来了都变不灵，都来看啊！到底啥叫汉奸？不就是个说辞吗？给日本鬼子贩粮那不叫汉奸，这家里边被鬼子害死2条人命，自己还挨了鬼子一刀的，倒成了汉奸。哼，要我说呀，是银虎拿关节保住了他爹的一条亲命。放着二大不理嘞。哎，不是克贤老爷家就没因为鬼子死过人吗？啊，汉奸不汉奸的你懂个屁呀！是正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们老孙子的事你少管。中。听见没？疼。带我爹上哪儿？啊？上哪儿都一样，不妨事儿。不错，别瞎闹了，赶快回家。你不是答应过爹，替娘守住咱们这个家吗？快回去。往后别出头露面，别说二道话。哥，我烧好热水嘞。
烧就烧呗。你来。葡萄，我想说。 葡萄，这是做什么呀？没刮过脸呢。我自己来吧。哥，他们会怎么判爹的罪？啊？我问朱梅他们会怎么判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没问他？啥也没说。那你现在啥都清楚了，是救爹不救？嗯？你啥都整明白了，你救爹还是不救？我一说话，你的刀不得在我脸上开了些槽子呀？救还是不救？不说就不挂了。葡萄，我怎么看待爹的行为是一回事，我对爹尽孝道是另外一回事。爹，我是一定要救的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葡萄，天黑了，点灯吧。点呗。灯呢？没油了。葡萄，你怎么了？脸刮完了，哥好好想想，
救爹。啊，葡萄，